总统赖清德伫咧初一表示，台湾希望甲中国伫咧对等尊严之下来交流。中国若是有诚意，建议由台湾的代理会、中国的海理会先来协商。因那陆委会是表示，建议这两个会会当针对两岸的旅游品质、旅游安全甲稳定性进行协商沟通。台湾希望跟中国在对等尊严之下进行健康有序的交流。如果中国真的有诚意的话，我建议可以先由台湾的文旅会和中国的海旅会两会先进行谈判。进行上下论坛时阵，上海市副市长华关讲就要推动上海陆客团来台旅游，互两华关讲好亲像出现希望。罗总统也讲到，建议应先由台旅会甲海旅会协商。台湾海峡两华观光旅游协会简单叫做台旅会，是交通部自2006年关注成立的财团法人，是代表政府甲中国双边旅游交流合作协议的重要平台。在目前两岸观光旅游相关规划基础上，相关机关准备工作均已就绪，将是陆方文旅部正式宣布开放的具体情况，或经由观光小两会协商，及时相应实施。观光署表示，目前开放两岸双向对等的观光旅游是政府原本的政策，咱欢迎中国旅客来台旅游立场无变，希望中方应展现相对的善意甲努力，展开观光小两会协商。建议就希望两岸观光小两会可以就有关于两岸这个旅游品质、旅游安全以及合作的稳定性能够来进行协商沟通，为未来的这个开展这个疫后的这个观光旅游定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。副市长也强调，咱常关心的是旅游安全、旅游品质、旅游稳定性，希望对华来台观光政策应清楚。另外，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初二宣布，中国驻台媒体海峡岛部明显有对台统战工作性质，或介入总统大选，未来会暂停海峡岛部，甲因所属的福建一部报社集团来台驻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